啊，这水的呢。哎，等下，等下。你来看，这片你用乌嘛伤水啊吧？我一定要找时间吼，来这招标，够赞的。这个环境水是水，啊啊，咱有任务，咱讲爱找美容哦，边仔有一个什么啊？工作站用货柜搭。哦，先来找啦。好。啊，都这环境这好着，来就爱算啊。正经的代志办了才来算啊。哎呀，等，卖走要紧，你看，这是啥？这是啊，咱要找的工作站。用货柜搭的啊。哎，看一个。这是水质栖地。这应该是鸟仔的名吧？是啊。哎，这管袂叫咱爱饲鸟仔吧？我就惊鸟仔。应该是也无遮难，啊无咱这样来，你入来。关主应该在内底啊。行。嘿，你好。你好。嘿，这是吴老师啊。敢有相拄呢？曹老师。你讲没有拄着的，咱来关注啊。对。今仔恁个是关注。对。真好。老师，啊，恁咧用这看什么咧？这有这大吊镜。大吊镜。嘿，啊，今仔有一个任务，有用细吊镜，要甲你介绍一个足特别的生物，一种鸟啊。什么鸟你敢知？水蛭你有听过哦？遮厉害。系啊，阮伫台南吼做菱角鸟。菱角鸟啊。嘿，啊伊吼足厉害哦，2000年全台湾无到50只。嘿。8年前吼，因富裕到10几只，这届到3000只。今年看到3000只。对。安尼好有甲足好。因为50几只变到3000只，无简单。有够厉害。系啊。啊吼，我就感觉都是台南管田富裕真成功，所以有的鸟仔佫飞来阮遮。你台南佫飞来美容遮。挖紧啊，对。啊，遮嘛有菱角吼。哎，阮遮无菱角。啊，毋过阮遮吼田里内底有一种，嘿，一骨的，叫做鸭莲。哦，鸭莲。野莲。对。对，还有做水莲。哦，水莲。所以阮大就是要去这鸭莲的田内底找这菱角鸟哟。嘿，啊，毋过阮遮吼，因为无菱角田，所以阮遮拢伫迄个鸭莲田面顶，所以阮遮叫做鸭莲鸟。所以你今日任务，对，就是来找迄个。哦。对，鸭莲鸟。鸭莲鸟啊。啊，阮遮这个就是阮观光局吼。发现阮遮有这种特别的鸟，啊，这个工作站是目前是高雄鸟会无偿 no money 甲阮认养下来，所以阮来做志工，哎，欢迎大家来。好，安尼今仔日的任务来这里合作细吊镜，哎，啊，莫看日头，好，安尼咱来行。好，咱来看哦，遮咱的鸭莲鸟生做啥物形啊？这黄色的毛咧，对啊，对啊，这颔棍啊是金色，啊尾溜真长吼，啊这是公的甲母的哦，啊毋过你看这只是啥？这嘛是做有名的哦。这是无共的吧？对啊，伊的颔棍嘛是共个金金哦，伊是寒天的毛。哦，伊是安尼哦。对，伊寒天的换上卡其制服。哦，哇，这好，伊的换毛，啊伊的尾溜无伊。真诶，长的迄支无去啊！阿姨吼，寒天就是来阮遮，飞来阮遮啊，一只两只，甲14只，阮开始抚育。阮翁吼，早我1年退休啦，啊，伫美容湖散步，啊，伊就看到讲，因过看1只、2只、3只，那愈来愈侪只，甲14只的迄鸭莲鸟，啊，所以伊就讲，伫遐飞来飞去，啊，寒天哦，拢伫迄一个烂地，啊，拢伫遐过暝。啊，所以阮翁就甲我讲，啊，你今年嘛要退休啊，啊，咱来学因种迄个菱角甲芡实，互伊做收。啊，无因甲春天的时无所在做收，拢飞了了。所以迄时阮是讲约好，阮家己2个人出钱，莫互别人出，因为咱若想要发卡的时阵，较袂讲有一个压力啦，讲摕钱啦，讲摕赞助安尼，所以阮家己做。啊，做3年，足顺利的。阮4月份，上尾啊批水草种了，5月20，鸟仔就来做收。收毋是安尼哦，是平哦。平，你看，就是叶仔顶高对，拢就放伫顶悬尔。对。听这老师咧甲阮分享鸭莲鸟的故事，啊，佮有因
生活迄个习惯，我感觉这种鸟真趣味咧，伊做厝内代志，骗囡仔拢是公的鸟，就是爸爸咧负责，这母的鸟呢，就是爱负责去传后代。我感觉这个关系真趣味。其实这应该是我头一届摕迄吊镜咧看鸟仔的，而且我安尼一看，迄鸟仔目睭都安尼搞金金相的，有够近的，我有看有夹一条，原来伊嘛咧看我咧看伊，伊嘛咧看，有够无罪的啊！对，来，你用来用这大吊镜来看一下，安尼有，对，这边40倍，我咧伊目睭里有看的，对。就好咧，你目睭吗？对，伊咧甲阮相啊。对啊，伊会甲你上吼。真心惜，因为我是第一届遮尔晚近去看到迄个鸟仔生做啥款，因为鸟仔拢会惊人嘛，你若是行过伊就飞走啊。我是第一届遮尔详细看伊到底生做啥物款。哦，来哦，这观光局做的大湾栖地，今仔日咯有一只拄好透早老大出世。嘿8点外，搁老二搁出来，拄只点外，搁第3只，哦，我就对着啊，来。阿贤母，这个对啊。阮开始种菱角甲芡实，开始了，搁用印度杏再甲生落来做寿，有成功。嘿，阮2017年14只开始，甲顶年78，而且这届农民吼，伊这届就是拢用安全用药。保护我们水质。伊这个水质会甲伊倒食糖，因为面顶有做者糖嘛，嘿，倒食糖，伊的迄个产品就较健康。真好呢，嘿，互利共生呐。对，互智联盟。因对这较早8当前开始咧做，敢有10外只的鸟啊，互因饲到即马，用要100只，我感觉这是一件足无简单的代志。而且今年阁有20几只的鸟仔囝阁出世啊！我希望这未来会愈来愈生团，愈来愈多的鸟仔。这爱较细腻哦，这腿爱较细腻哦。愈行愈奇怪。这内底介特别的，够酷啦！这个所在吼，较早你看咧一家一家，嘿，是美拢迄阵咧饲鳖的所在。即马内底阁有鳖吗？应该是无啊吧？我咧看较像无啊。咱拢无看到鳖啊。对啊，我拢无看诶。就是阮的水质富裕工作站有一个技工，伊就一摆看讲咱的鸭连鸟，伫咱的大湾小湾安尼拍来拍去，拍甲就这济无所在，厝无够大啦。对，去公园会大。对啊，伊就讲迄阵咧饲鳖，即个水体啊，毋知有法度下来利用无。阮大家来看了，即个所在袂歹，因为一家一家佫有水，又咧流，所以咱就加规划种迄个水草。听老师甲阮分享，才知影，即马无咧饲鳖啊，即马就会种一寡水生的植物啦。因为种这个水生植物，所以迄野莲鸟啊，嘛会走来遮团生团，做收生团。我感觉，安尼这是一个循环佮利用的一个真好的方式。毋过，就是因为有一个单纯简单的念头，所以后壁迄落加着足侪有同款理念的人，我来做伙做。这个力量就哪来哪大，哪来哪大。我感觉足侪看起来真伟大的代志，真有意义的代志，拢是为一个足简单的念头、足简单的理由开始做。这种简单的理由，通常拢会有真大的力量。老师，安尼阮两个这关的任务应该是算完成啊吧？安尼，阮后一关的线索伫倒位？恁这抓吼，跟随着马雅各加汤姆森的团家的路线，体验着西拉雅大武龙族，佮来到咱内山，来到咱美浓，体验客家文化。所以恁这抓的多元文化路线的体验完成啊！完成啊！终于，安尼完成啊！完成了！耶！安尼规条路行来了，熟悉遮侪无共的族群，无共的文化，是讲咱台湾的文化嘛，真正是足古锥、足可爱呢。以前想讲咧，要接触趣味的文化，拢会一直想要往外国去找，往别位去找。
啊，毋过咱规条路行了，发现讲，咱台湾的文化嘛是真精彩啊！希望讲以后会当有机会，会当继续来了解，互人感动的故事，啊，个无共族群的文化。像我家己较早一直想要去国外，可能想要行迄朝圣之路，啊，毋过我从来毋捌想过要伫台湾行这多元文化路线。所以真感谢汤姆森记录着咱台湾这片土地的水，啊嘛有互我有机会会当看到。啊，以后若是有机会，我嘛想要用我家己的力量，用无共款的方式，互更较侪个人会当看见、熟悉咱台湾这片足水的土地。台湾面积有70%是山，30%是爱。林北土地100%你尊重100%你改。面对山脉直接无人咧好，相比厉害。面对家己体内阁会使翻，因来破关，咱着行一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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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听。心内节奏安排家己的速度，N O 有来晓站声，晓创摇头看天空，前辈开垦这条山路，咱着爱离山水上。摕出美丽相机，N O 翕相就做 N O 的卡车，你嘛是装汤姆森记录，紧伫记录时代啊，总比勇气甲勇敢，啥物挑战拢总来亲像中央山脉拆线每一个风台。我是山海船调新一路，一路等待港行到玉山，真无简单，真轻松。海拔单人行到3952公尺高，我会为你扼腕。这条山路通台湾。